袂去讲要讲话，啊，小声调调。第三，幼儿园比赛规定，各30秒响2声，请即时落台，这时阵无扣分。假使若叫3摆无上台，当作弃权。第四，比赛的囡仔囝、囡仔姐爱留伫现场参观其他比赛选手，千万唔通来来去去，去影响到。第六点，评判老师比赛结束了后，会先分数统计，甲评分表送出来，啊，才个随时来公平。啊，欢迎家长、小朋友。老卵做伙听，假使主办单位会即时来计算分数，算分的时间会安排其他的节目，欢迎大家参加这个颁奖典礼。中华区比赛正式开始，1号请上台。中华人那是什么？
恁的练习。若有兴趣，请你会使去全国教师班去报名。感谢。大家好，我是招票大王，顶港有声，下港上出名，哦，这了是今嘛就阮自某介绍一下，大家搁会我大，我是上届的小弟仔，上说我是个大姐，若讲着我是上山的丽姐，我是上高级的小妹仔。大海阮鸟声有已经带袂落去啊，即马要去骗一个较大气的新厝。你看这间厝真水，有小孩上水的我也住伫咧遮。搁这间厝有淡薄的蓝过来了。好，搁着较大间的厝，你看头前的人好做做，这厝一定真大间，人遐看嘛。我大家看，头前有一间大间厝，一定真适合咱住。毋对，这人遮尔啊白马啊，了甲看头都白。你看头前，你看人遐有一间大间厝，茶到伫餐厅边一定有食的料。好，好，咱就安尼啊，等下去倒了。咱开会着新厝，水有够大间，有够舒适，有够赞。多谢大家。共阮看四个，请来倒手边准备看电影。天空画了好食是，花苹果来吃嘞，来烧烧，吃金烧。花苹果，花苹果，你是安怎？我好知影，小苹果，我花苹果无啦。我知
感谢你，啊嘛影响到台演表演的囡仔囝仔这个坚持，哦，较侪老师伫遮希望在。各位观众朋友啊，红太子要来呀！大家爱注意哦，好代志千万唔通出门，若无就危险的哟。人讲狗会拍，无人知，好佳哉有去上某个，人家红太子要来啊！我去来世界主人哎，狗啊，去去。
走一走。大家午安，大家好。无真欢喜的哦，来参加咱彰化区咱这个关怀台语演讲比赛。我的下晡足幸运的吼，有参另外两位的评判老师做伙一家来看咱幼儿组的小朋友上台顶来表演，看了非常的欢喜。咱陆续有12组的小朋友报名。有一组退就是有代志的款，咱有12组的小朋友上台来表演，了拢足好的，大家甲拍面好的上台啊！咱嘛足侪老师吼，足认真甲咱这队伍嘛做了真水吼，足侪家长、足侪老师大家共同来关心，这是真好的现象。表示讲啊，咱足侪的这主人要来鼓励小朋友来讲台语吼，所以咱这小朋友就来咧表现拢袂歹。我伫遮就我下晡所看到的吼，参大家做阵来分享，咱今日讲了拢真好。但是因为咱较顶下吼，其实我咧看吼，实在是真为难咱小朋友表现了拢真好，所以较顶下。不管你是有得到第1名无，还是第2名，还是得到其他的名次，请各位小朋友拢爱肯定家己，因为你拢表现了真好，为的是较好去会当得到较头前的名次。你若是摕到较无得到第1名，请你唔通讲家己就是无好，今日会
会当上这个台仔顶来遮幼儿园的小朋友来遮传真做道具。啊，有的家长也是老师可能讲，啊是毋是我这个道具若传较多，道具若传了搁较老呢，我分数就较悬。啊，这无一定是安尼吼，无一定是安尼。咱这个传道具啊，会当互你的演讲比赛吼，较精彩的，视觉的效果较好的。但是阮主要吼，毋是看你的道具吼，所以为的小朋友可能老师咧指导讲，啊，我若无传遐侪道具，我就毋敢来参加比赛。我想这是免安尼想吼，道具是会当增加你伫咧演讲的效果，但是。阮伫咧甲你拍分数的时阵，毋是干那看你的道具，道具是干那参考。所以这请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大家共同来知影一下吼，声头较响，啊，伊会使单独一个，我想这是一个特点，咱大家来学习的吼，优点啦吼。我是吼，这个这提出来甲大家讲，真好真趣味的吼。啊，今仔日第2个有一款演讲比赛，这个家长小朋友。人做出来讲吼，这也是考出真好。啊，咱希望讲小朋友经过这个演讲比赛，啊，咱吼要来鼓励大家平常时较常讲台语的，你若较侪台语吼，会当一代一直传落去。咱知影讲即摆台语吼非常危险，大家若唔讲，这个台语念的就死了了。啊，上界要紧的就是啥物所在啊？要对倒位来甲救起啊，就是对幼儿园。咱一般吼，有的小朋友伫厝的参爸姑妈妈，家业了咧讲台语，但是去到幼儿园啊，以前幼儿园互人批评上较侪就是讲吼，咱母语教育的杀手，迄支魔手啦，杀手吼，就是伫幼儿园啦。练排射，练排射，练练手，练练手，练甲甲练练，练甲甲练练，练排射，练排射，大声是过红红红，练手把啦切切切，三尾飞溜溜，枝头枝仔为出出心肝，有名是蒜头，不散不。都要米粉，咱中国上名的。
动意，婚礼哦，掌声鼓励，好，给你们。江香说明，板栗灰，答对了，周品答对了。排队，还有什么地区？中有3名。哎，奖品今天过来哦，有了哈。好，来，继续来。恁两个是兄妹票。哎呦，你几岁？你有没有？爱笑，浪费。不错水人阮啊，伊有你路长，大家当声声。来喽，山把我掉不多，流水天边路长。
伊名迄是宝盖红的红吼，还有咱社长，啊，搁咱所有参与这边吼台语比赛吼，所有的咱的评审老师杨校长好久不见搁咱参加比赛的小朋友，甲咱遮的家长，大家午安，大家好。真正欢迎每年一度非常盛大的这个台语比赛今仔日咱是幼儿园组没有国小组，也有国小组国小别家南边国小来比赛，南边国小的校长嘛来，南边国小的我校长来，到泰德国小的杨校长。搁咱广务的还有处副处长，甲庄生汉庄主任也是秀芳委员的服务处的主任，另外搁有咱的家长会长所有参赛的小朋友，恁对家己有信心无？好，咱大家拢100分等下拄委员的奖品，敢若分有够无？不够。安尼呢要甲团长报道讲比赛真热烈奖品无够安尼，明年要大赞助，才会使请团长来支持。今仔日真欢喜代表为民国团长来遮看小朋友比赛我感觉甲小朋友在一起是永远非常的平山快乐感谢各位家长陪伴呢一年到晚咱今仔日咱的对。比出高下，其实咱是一个奖励观点所以咱是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得奖，你讲好唔好？好，那我们取得零后成绩，另外我们进入看一下，老兄弟各位家长、各位老师、校长各位贵宾，今仔日咱实在讲足高兴。咱办台语演讲比赛，今年是第23年，咱继续今年是第23年。咱上要紧的，毋是干那咧为着比赛，是为着推动，互咱大家对家己的母语、家己本土的语言、家己爱保存者，这是上要紧，对毋对？对毋对？对毋对？对。对小学甚至中学、大学，伫咱的社会，拢爱要紧，咱家己的本土的语言一定爱保存着。咱知影即摆政府真要紧，要来推动这甲世界联合国同款的推动的同款的价值。所以咱即摆咱的行政院长嘛已经承诺，咱着要伫明年着要有咱的台语的频道、电视的频道，你讲好唔好？台语的频道伊已经承诺啊！咱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咱嘛期待伫即个会期嘛会当通过。所以即马以后，咱逐个人全国共款，不管是原住民，还是客语，还是台语，还或者是北京的语言，咱期待拢有共款的平等的地位，这是应该的。所以期待大家会当要紧咱家己的母语。而且咱非常多谢县政府，有咱的县长，有咱的副县长，咱的主管，大家足用心，甲咱足大的鼓励，甲咱足大的赞助。咱伫旧年7区，今年是11区，不但是11区，咱即马搁增加中学对初中、高中、明道大学，因负责要办中学的比赛。所以今仔日大家知影，过去咱拢办到小学，今年开始明道大学因要参加开始办中学的，所以以后咱期待拢一直陆陆续续，甚至咱甲大学全国大家拢联合做伙要紧来推动咱个地母语。而且我想借此机会甲大家介绍咱在场的，咱知影甲咱所有的这贵宾家长大家共款，拢是要紧咱本土的语言。而且我通介绍咱的中小赛主会的前任的会长，咱
咱的大会长，甲因的秘书，甲杨秘书，甲因10年继续几10年，拢甲咱支持咱的学童，非常的多谢。今仔日吼，咱的大会长甚至佮另外一个红包，伊讲摕出来讲，这是伊个人的，毋是因个人，我直接佮替伊宣布者，中小三组会因要有一个勤学奖金。有认真读册，这个吼，因为今仔日毋是台语演讲比赛，我讲这个办法咱留咧后壁再去讨论。但是咱公开甲宣布，咱家拍一个图啊，该多谢一个好不好吼？大家欢迎拍一个图啊，多谢一个好，谢谢。咱再来，咱的咱教育办办事处的这份长吼，这个黄先生，伊咱的议员，因拢提供小品，咱已经大家今年的参加奖礼物有好无？有好无？好，咱就放一个名，咱的礼物内面就是因拢有提供的吼。那所以咱这是政府也有赞助，咱的议员、咱的代表，叫我支持甲大家报告，咱来拍一个图啊，这就是大家要紧，咱就是本土的语言的价值，大家拍一个图啊，该多谢一个好不好？咱的副馆长林副馆长，咱非常非常的，这不但是咱中法院要有已经成立咱的邮秘处，咱有一个全国唯一的台语文的分区，咱中法院全台湾，敢若咱中华有台语文分区，好不好？好不好？这是咱南兴国小校长会长，你看今仔日从咱的副馆长、甲学校的校长，甲家长会长总出动啊，校长、主任、老师总出动，咱的家长会长拍一个图啊，好不好？好不好？多谢，谢谢。咱的司法办事处主任庄生汉曾代表曾代表再来咱的议员咱的盖案长罗议员，咱家拍一个图啊，我咱是咱的参加奖内面拢有看到一个题目吼，拍一个图啊，多谢一个吼，所以咱的礼品拢足丰富啦。团长，咱的顾问团南兴国小顾问团的团长，你拍中出动啦，校长，来，大家我看看一个，校长，大校长，大校长，这是叫做来，咱的杨子凯，杨校长吼，太合作了，校长嘛。
归档，下面一点注意，13号中玉晚节快花脱秀，3号施告者蓝天脱秀，4王义勋中山脱秀。国小中年一组 A 组的优秀。1号黄青龙南国国小第2组第3名龙东方国小，11号黄青华台北国小，以上3位第3名。第2组第2名有两位，13号。你当时脑前这个工作的作用心的支持。第2组第1名4号曾婉萱，联合秀。
性有5组，因为内底，请你来台前准备副色幼儿园。第5组6科更新幼儿园，以上5组预选幼儿园中，所以A组。保证幼儿园研讨班。
大成一定啦吼！啊，恁今仔表演的节目是啥物节目？红台红台哦！啊，恁今仔表演得第几名？第1名，第1名啦吼！啊，有欢喜无？欢喜哦！来比一个赞。赞。